好似最為人熟悉嘅少林棍法，就起源於1500年前嘅北魏。中國嘅棍法講求技巧，而唔主張硬拼嘅。哇！你睇下子瑩嘅身手非常靈活，打起棍上嚟真係剛柔並重啊！而家表演嘅係林浩坤，今年7歲，佢耍嘅兵器係月牙鏟，呢一種罕有嘅兵器。月牙嘅一邊呢係代表天，鏟嘅一邊係代表地，中間係人，有天地人合一嘅含義。招式有童子拜佛、力劈華山、橫掃千軍等等，係一種防身御敵嘅武器。跟住落嚟表演嘅係11歲嘅黎燕宏，佢耍嘅咧係劍術。劍係屬於中國18般武器中最常見嘅短兵器，講求砍、割、切三大招式。雖然攻擊距離咧並唔遠，但係勝在靈活、速度快、易攻易